嗱，另外一個火局嘅生肖之一就係屬狗啦。嗱，屬狗嘅朋友喺今年龍年咧，亦都係主角之一嚟嘅，因為佢係佢今年嘅雙沖年，我哋叫做沖大歲。一般嚟講咧，都大家好擔心嘅，但係其實咧未必嘅。不過先講下健康先。嗱，今年屬狗嘅朋友咧，個健康比較冇咁穩定。個 Michael 會建議大家就話，不如每日起床嘅時候咧，先做10下深呼吸，先至去洗手間。嗱，原來10下深呼吸唔好睇小佢喎，只要我哋每日咧 keep 住去做，屬狗嘅朋友咧就自然運勢會改善㗎啦。嗱，另外咧，今年屬狗嘅朋友雖然係叫沖太歲啦，變化就自然多㗎啦，但係原來今年佢亦都有揚名嘅機會喎，所以我鼓勵大家最緊要咧去做多啲進修，提升自己嘅實力，反而希望借助今年嘅改變咧，提升自己嘅運勢。嗱，另外咧，屬狗嘅朋友要注意啦，今年雖然亦都係一樣，雖然相沖，亦都係表現自己嘅時機。有一樣大家要注意嘅就係自信心。只要今年我哋屬狗嘅朋友 keep 住我哋自信心咧，運勢係一啲都唔會跌嘅。嗱，另外大家留意啦，雙沖太歲始終都會帶來變化㗎啦。不過我建議大家就如果屬狗嘅朋友，不如借助今年將一啲自己都覺得唔好嘅壞習慣，就趁今年呢個改變咧，全部都戒晒佢，改晒佢，咁樣亦都唔係一件壞事嚟嘅。而且亦都留意一樣嘢，因為始終今年咧，我哋個運勢個起落咧係比較大嘅，所以千祈唔好咧進行一啲太過長遠嘅目標嘅計劃，適宜咗啲短線嘅項目。於是係咁嘅時候咧，就能夠適應到個變化，運勢就自然唔會受到影響啦。嗱，今年屬狗嘅朋友咧，我哋開支係比較大，所以一個好嘅儲蓄習慣啦，同埋事前嘅規劃咧，就要及早開始啦。嗱，有3個月份，大家留意下，農曆3月、農曆6月同埋農曆12月，喺家宅同埋公司方面都會突然而來嘅變化，好多時都係意料唔到嘅。但係而家既然係知道咗咧，就早啲去預防，留心下點樣去運用啦。而家 Michael 俾幾個日子大家參考，就叫火局嘅黃擇日，就係分別可以俾一啲屬虎啦、屬馬啦同埋狗仔嘅讀者同埋觀眾去參考嘅，就係2月16、7月21、9月7號、9月19同埋11月18號。嗱，呢幾個日子咧，我哋可以用嚟同啲屋企人去慶祝生日啦，甚至乎一齊去睇樓啦，甚至乎去啲名勝古蹟去旅遊一下，都可以擴充佢將來嘅運程，千祈唔好錯過。各位觀眾大家好，如果大家都希望喺龍年裏邊日日都做到趨吉避凶，日日行好運嘅話，快啲去24Reader download 我本2012任10年行運通勝，大家一齊行好運啦！